你有冇試過咁樣一種感覺，覺得自己唔屬於呢個世界，或者覺得自己唔係普通人？明明冇做過咩大善事，卻總在緊要關頭有人出手相助。每次睇到別人為咗名嚟爭到面紅耳赤，互相算計，你嘅內心深處非但冇半點羨慕，反而只感到一陣疲冷與疏離，總覺得自己同周遭嘅人格格不入，甚至有些場景，有些聲音，你明明係第一次遇見，卻熟稔得像刻在靈魂深處，仿佛間竟分唔清係今生嘅經歷定係前世嘅殘夢。其實呢啲都唔係你嘅錯覺，你只係喺呢個低維度嘅紅塵考場裏保有咗最原始嘅靈魂記憶。在佛學宏大嘅六道輪迴觀中，有一種極為特殊嘅因緣，叫做天道轉世。當嗰啲曾經在諸天界享盡福報、清淨無染嘅天人，因為宿世嘅微細煩惱未斷，或者帶着某種特殊嘅使命，在福盡嘅嗰一刻墜落人間，或乘願投胎成為凡人時，佢哋嘅肉身雖然係普通人，但在佢哋嘅阿賴耶識，即係我哋嘅八識心田深處，依然深深烙印住無法被抹去嘅神聖印記。關於呢種跨越維度嘅生命轉折，在古老嘅大寶積經卷72中，早就留低咗極為震撼嘅記載。或從天中終生人間者，當有時上智者應知，為人端正，要好清淨，慈心為道，純直與上人而為交友。淨土中13祖印光大師亦曾經開示，世間天之人悟，心性淡泊清高嘅人，多係宿世培植善根嘅自然流露。佢哋雖然投胎於生死紅塵，但前世嘅餘澤未斷，所以一來到人間，天然帶住一種不同嘅清淨詞。常在佛法嘅世界觀裏，天道係六道輪迴中最頂端嘅善道。眾生因往昔修持十善業，集定修福，永終之後便得生天上享種種妙樂。嗰度冇凡間嘅毒氣，冇為咗生存而爆發嘅爾虞我詐，甚至連慾望嘅滿足方式都高級到令人無法想象。欲界天嘅人相視一笑，或拖下手便能滿足情感嘅交流，而色界天嘅天人更是徹底斷絕咗粗重嘅淫慾與食慾，完全係以孤月為食，發起充滿。想象一下，一個習慣了食仙丹妙藥、聽仙樂梵音，活在無盡光明與清淨之中嘅高維生命，忽然被關進一具充滿血肉、充滿貪嗔慢疑嘅凡人肉身裏，嗰個會係幾咁巨大且痛苦嘅認知衝擊。呢個就解釋咗點解你由細到大總覺得呢個世界太齁糟太嘈，點解你總是同周圍嘅環境格格不入。嗰啲你以為嘅性格缺陷、孤僻、唔合群，在佛學嘅高僧大德眼中，其實係你在天界修行時留低嘅等流習氣，係你嘅靈魂正在抗拒呢個世界嘅雲朵。好，今日我哋就嚟傾下天道轉世嘅人身上最明顯嘅4個特徵，尤其係最後一個，從冇人可以偽裝。呢4個特徵唔係咩可以炫耀嘅超能力，而係一場驚心動魄嘅人間大考。如果你身上都隱隱約約浮現出呢啲特徵，咁你這一生來到人間，絕對唔淨只係為咗成家立業、生老病死咁簡單。你極有可能帶着未完嘅因緣與覺醒嘅宿命。呢個係一場跨越千年嘅靈魂尋根之旅。去揭開呢第一個塵封嘅烙印之前，不妨先讓自己浮躁嘅心沉靜落嚟，緣分交耀，磁場共振。願你在下方嘅留言區留低一句隨喜讚啦，祈願覺醒。我呢個唔淨只係一句祝福，更是為你嗰沉睡已久嘅自性點亮一盞回家嘅明燈，讓高維度嘅清淨能量在此刻流轉。接下來，讓我哋一齊推開呢扇古老嘅大門，睇下你身上是否都刻住嗰抹唔走嘅神聖印記。第一個特徵係刻在骨子裏嘅柔善與悲憐。呢個唔係後天被長輩教育出嚟嘅，要做個好人
都唔係為咗博得好名聲嘅刻意行善，而係打從心底裏見唔到眾生受苦，唔使教，唔使學，從懂事起就自帶嘅聖子。細個行喺路上，見到螞蟻搬家會特登繞路行，生怕一腳踩壞咗人哋嘅生路。見到路邊乞討嘅老人家，哪怕自己手裏嘅零用錢都唔多，都忍唔住要遞過好一啲。甚至睇個戲，聽個故事，見到旁人受委屈，自己嘅眼淚先流咗落嚟。哪怕後來大個咗，受過欺負，食過梯，被人算計過，傷害過，心裏再嬲再難過，都終究生唔起真正嘅懇勵之心，做唔出趕盡殺絕嘅事。別人對唔住佢，佢當時嬲歸嬲，轉頭都算數。要佢去報復，去扣陷，佢比自己受委屈仲難受。旁人成日話佢心太軟，可只有佢自己知道唔係軟，係真係做唔到。點解會咁？呢個唔係軟，係你阿賴耶宿世修來嘅善根在起作用。佛法裏講十善業身三口四意三，其中不殺生、不奸人客，我正係生天道嘅根本業因。天眾生在往昔生中久修慈悲心，常行利生事。呢份慈悲嘅習氣已經深深種咗喺八識田中，哪怕隔咗一世，隔咗輪迴，我入咗呢具肉身，遇緣還是會自然流露出嚟。呢個在佛門裏叫性戒，唔係受咗戒先守善，係本性裏就自帶戒體，自然唔肯作惡。明朝嘅蓮池大師，我淨土中嘅一代祖師，細個就有呢個特質。7歲嗰年見到屋企嘅報告人拉池塘裏嘅魚上嚟食，佢心裏難受得唔得，偷偷將拉上嚟嘅魚又放翻落水度，俾屋企長輩發現咗都冇嬲，只話呢個細路天性慈悲，將來必有大成就。果不其然，蓮池大師一生弘法利生，護生戒殺，留低咗戒殺放生文，會影響咗後世幾百年。你睇，真正嘅善根從來唔係大個以後學嚟嘅，係由細就收喺聖子裏嘅。不過呢度要分清楚，呢份天性嘅慈悲同我哋成日講嘅討好型人格完全係兩回事。討好型嘅人係怕別人唔高興，係委屈自己遷就別人，心裏有恐篩，有攀緣。而天道轉世嘅呢份柔善係發自本心嘅共情，佢有自己嘅底線同原則，唔會為咗討好邊個而委屈自己，更唔會因為善良而變得懦弱。佢只係唔忍心傷害別人，但別人若是一再相逼，佢都自有自己嘅分寸同稜角。但話講返嚟，單憑呢一份善良，還遠唔足以斷定係天道。再來真正從天道投生嘅人，第二個特質，反而成日令佢哋在人群裏顯得格格不入，甚至成日俾人誤會成清高孤僻。呢個就係深入骨髓嘅清淨與疏離。去世俗嘅五欲六塵，天生就提唔起太大嘅興致。咩叫五欲六塵？就係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以及色聲香味觸法呢六樣能勾着人心嘅嘢。普通人活在世上，大多都在追呢啲愛儲錢、愛面子、愛食喝玩樂、愛家長里短嘅八卦，同人攀比高低。但天道轉世嘅人唔一樣，呢啲嘢在佢眼裏就好似隔住一層路，唔係話佢完全唔掂，亦唔係佢冇能力得到，而係佢從心底裏唔覺得呢啲有幾香，有幾值得搏命去搶。比起呼朋喚友嘅應酬聚會，佢更願意一個人留喺屋企，沖杯茶、睇本書，或者只係靜靜坐喺度發黑呆。比起熱鬧嘅市井圈寵，佢見了山林谷子清風明月，反而更覺得安心。朋友唔使多，3兩個知己就夠，日子唔使多繁華，安穩清靜就好。身處人多嘈雜嘅地方耐咗，佢會莫名覺得攰，好似精氣神都被抽走咗一樣，非要返到安靜嘅地方唞一唞先得。旁人傾起邊個賺咗大錢，邊個升咗官職，邊個細路考咗名校，佢聽住也只覺得平淡，冇咩羨慕，反而係傾起幾句人生感悟，一本好書，一柱山水，佢眼睛裏先會有光。點解會咁？
因為天道眾生，尤其係色界、無色界嘅天人，長久安住於坐定嘅喜樂之中，佢哋嘅快樂係從定中嚟嘅，係從內心嘅清淨裏生出嚟嘅，唔係從外界嘅慾望裏嚟嘅。而欲界嘅呢啲五欲六塵，在佢哋睇嚟係粗重嘅、昆蟲嘅，染着力好弱。呢份宿世嘅疏定集，希大到今生嚟就會令佢自然對世俗嘅享樂提唔起興趣，心裏頭自帶一份出離心嘅種子，同呢個世間嘅頻率天然就唔太相應。好多人以為呢個係性格內向，其實唔係。內向嘅人係怕社交，唔敢同人打交道，心裏係有膽怯嘅。而佢哋唔係怕，係冇興趣。真要同人傾起投緣嘅話題，佢哋都能侃侃而談，從容得很。會係嗰啲家長里短、攀比算計嘅話題，佢哋實在懶得甚和，也覺得冇意思。我見過唔少有呢種特質嘅人，看似朋友唔多，人緣都唔算活甩，但真遇到事嘅時候，總能遇到貴人出手相助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心性清淨，冇咁多溫環擾擾，同邊個相處都真誠坦多，反而容易令人放低戒備。我願意真心待佢，看似唔合群，實則心裏頭自有一方清淨天地，自有自己嘅活法，反倒比成日縱形嘅人活得更通透，也更安穩。都有人話佢哋清高，話佢哋傲慢，其實真係唔係。佢哋只係懶得應酬，懶得敷衍，對邊個都冇睇唔起嘅意思，只係靈魂深處更熟悉清淨嘅狀態花療，雲情往來，迎來送往。呢啲事對別人嚟講係樂趣，對佢哋嚟講更像係一種消耗。如果前兩個特質你都吻合，咁第三點你一定要仔細聽，會直接關乎你這一生嘅氣運走向，亦係好多人最羨慕卻也最容易不知不覺揮霍掉嘅嘢。呢個就係冥冥之中自有庇佑，總能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你有冇試過呢種經歷？明明就快出事，偏偏因為一啲唔起眼嘅小事，就硬生生避開咗災禍。比如本來約定好要坐嘅車，臨出門突然肚痛，遲咗幾分鐘冇趕上。後來聽講嗰輛車半路出咗事故。比如要做一筆投資，所有人都話穩賺唔賠，你前一晚卻莫名心慌得瞓唔着，點諗都覺得唔對。背後臨時撤咗資，冇過幾耐，嗰個專案就爆咗雷。仲有私人面臨重大刮嘅時候，旁人講幾多道理都冇用，佢心裏頭總有個隱隱嘅聲音指引住佢往邊度走，跟住嗰個聲音走，往往就行啱咗。若果硬要反住嚟，多半會摔跟頭。講起嚟好似直覺，我呢份直覺準得可怕，科學都解釋唔通，旁人都話係佢運氣好，可只有佢自己知道呢份好運從來都冇咩道理可講。在佛法裏，我呢個從來唔係咩巧合。地藏菩薩本願經裏講得明白，是男子是女人，於所住處有此經典及菩薩像，是人更能轉讀經典供養菩薩。我常日夜以本神力維護是人。天道轉世嘅人，宿世積累咗深厚嘅善業，身邊常有護法善神隨身護持。只要宿世嘅福報仲未耗盡，遇到危險嘅時候，自然會有無形嘅力量幫你化險為夷，或是令你心生警覺，或是令你機緣巧合避開災禍。世人都話呢個係運氣好，可邊度有咁多平白無故嘅好運？所有嘅恰逢其時，其實都係宿世善業嘅顯現。所有嘅絕處逢生背後，都係你自己積累嘅福德在護住你。我聽好多同修傾過自己嘅經歷，有人後生時麻電，單車出車禍，架車都撞碎晒，人卻只係擦破咗少少皮，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。有人做生意俾人眼睇就要傾家逢產，偏偏半路殺出，個多年冇聯絡嘅舊朋友拉咗佢一把，硬生生將局面扳翻嚟。講起嚟都似故事，可真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先知道嗰份冥冥之中嘅護持幾真實。但各位一定記住，
呢份庇佑從來都唔係無限嘅。好多天道轉世嘅人自己都唔知，佢哋嘅福報消耗速度其實比普通人快得多。點解？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順風順水，想要嘅嘢大多能得到，遇到嘅坎也總過得去。久而久之，就容易覺得一切都係理所當然嘅，開始放縱自己嘅慾望，講嘢做事唔留餘地，甚至憑住自己嘅福報去造業。我哋每個人嘅福報都係有定數嘅，宿世嘅善業再厚，也經唔起一世嘅揮霍。等福報耗盡嘅嗰一日，再大嘅庇佑都會消失到，時業將眼前，跌得只會比普通人更重更痛。古德成日話，享福即時消福，呢句話有天道特質嘅人一定要刻在心裏。不過前面呢3點講到底都仲係外在嘅習氣，與果報顯現，真正能斷定一個人係咪天道。再來，最核心亦最難以裝嘅係呢第4個特徵，甚至好多人自己活咗幾十年都冇發現自己身上有呢個印記。呢個就係深入靈魂嘅修行本能。咩叫修行本能？就係你明明從來冇接觸過佛法，都冇人教過你，可第一次聽到佛號、聽到經咒嘅時候，心裏頭莫名就生出歡喜，甚至鼻頭一酸，眼淚就忍唔住流咗落嚟。第一次行入寺院，聞到香火氣，聽到鐘鼓聲，心裏頭莫名就安穩落嚟，好似漂泊咗好耐嘅人終於返到屋企一樣。有些人更奇妙，明明從冇讀過嘅經書，翻開嚟睇住文字竟覺得熟悉，明明從冇見過嘅出家師父，一眼望見竟覺得格外親切，好似認識咗好多年一樣。講唔出點解，就係打從心底裏覺得親近，覺得安心，甚至會莫名生出想要修行、想要出嚟嘅心。旁人睇咗覺得迷信，可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嗰份觸動係從心底裏湧出嚟嘅，根本控制唔住。呢個在佛法裏叫宿世善根成熟。法華經裏講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。唔好睇少一句佛號，一聲經咒，嗰個都係種下成佛嘅種子。天道眾生在天上嘅時候，成日聽聞諸佛菩薩講經說法，早已在阿賴耶識裏種下咗深厚嘅修行種子。呢一世入咗輪迴，或因之元素令佢哋忘咗前世嘅事，可種子仲在，一旦遇到因緣，就會自然而然發芽生長。所以你才會聽到佛號就落淚，行入寺院就安心。嗰個唔係迷信，係你靈魂深處嘅記憶被含醒咗，係你宿世熟悉嘅味道，熟悉嘅聲音又一次出現喺你面前。你嘅心認得佢。我當年六祖慧能大師本係個砍柴嘅樵夫，大字都唔識幾個。有一次佢在客僧外面聽到有人念金剛經，念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嘅時候，佢當下就豁然大悟。點解別人聽咗冇感覺，佢聽一句就開悟？唔係佢比別人聰明幾多，係佢宿世嘅善根太深厚啦。我呢一世只係借着呢一句經文嘅因緣，種子成熟了而已。我哋身邊都常有咁樣嘅人，有啲人先接觸佛法幾日，就懂得比學咗10幾年嘅人還透徹。好多人一打坐，好快就能靜下心來，比別人修咗好幾年嘅定力還強。講穿咗，都唔係呢一世嘅功夫，係宿世早就修過，呢一世執返嚟，自然比別人快。嗰個有人要講啦，我又唔想出家，又唔想成咩佛，修行有咩用？其實修行從來唔係出家人嘅專利，亦唔係一定要住喺廟裏先叫修行。我呢份修行嘅本能，講到底係你靈魂對更高生命狀態嘅迷惘，係你唔想一世渾渾噩噩，俾慾望牽着走嘅本心。講到呢度，肯定好多人已經在心裏一條一條對號入座，數住自己中咗幾條，甚至暗自慶空。原來自己係天道轉世，原來自己來歷不凡。但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句心入面嘅話，我哋今日傾呢啲，
從來唔係為咗令你俾自己貼個天人再來嘅標語，更唔係為咗令你沾沾自喜，高人一等。恰恰相反，知道自己有呢啲特質，反而係為咗俾你敲一聲警鐘。講完4種特質，仲有一個好少人真正搞得明嘅問題，點解同樣係天道轉世，有的人一世順風順水，年紀輕輕就坐擁福報，有的人卻年少坎坷，食咗唔少苦，頭先熬出頭。點解有的人天生就親近佛法，好啲人活咗半世先昏眠噩噩醒過嚟？其實啊，天道轉世從來都唔係同一種面目，更唔係一個模子刻出嚟嘅。佛門裏將投生娑婆嘅天人大致分成有2類，呢2類人身上都帶住我哋頭先講嘅4種印記，可人生嘅軌跡，覺醒嘅早晚，最終嘅去向卻天差地別。關於呢個問題，其實好少師父會明講。先講第一類，福盡以來嘅人。大般涅槃經卷19裏清清楚楚記載住，欲界天人命終之時，會出現5種衰相，衣裳舊花，頭上花萎，身體臭鬱，腋下汗出不落。本座平日光彩照人嘅天人，一旦現出呢5相，就知道自己嘅天福已經行到頭了，馬上就要從天道墮落。大部分天人命終之後，會隨住自己往昔嘅業力，繼續流轉福。報厚一啲嘅，仲能投生到人間，愛續一段善業餘福；業障重嘅，直接就墮到3惡道裏，千劫萬劫難得出嚟。我哋身邊見到嘅好多天生好命嘅人，大多屬於呢一類福盡而來，好帶住宿世成也嘅天福報身。呢類人最明顯嘅特點就係前半生格外順遂，往往出生在家境唔錯嘅家庭，由細冇食過咩苦，骨子裏也帶住幾分清淨疏離。可後生嘅時候，大多對佛法、對修行冇咩概念，甚至還會覺得呢啲係老人家嘅迷信，遠不如賺錢享樂來得實在。喂，點解會咁？因為佢哋呢一世嘅前半段，仲在消耗宿世帶來嘅天福餘報，日子太舒服啦，順境太多啦，就好似當年在天道嘅時候一樣，成日被妙樂包圍，自然生唔起出離心，也想唔起要修行。佢哋總覺得日子會一直咁順落去，總覺得自己運氣好，做事便少咗幾分敬畏，講嘢也少咗幾分分寸，不知不覺中就在揮霍福報。舊年有位同修同我傾起佢嘅朋友，後生嘅時候做生意順到離譜，做咩成咩，越做越大，30歲出頭就身家千萬，身邊人都捧住，漸漸就飆咗，講嘢做事總張嘅很。結果啱過40歲，生意突然就垮咗，欠咗一身債，身體也查出重病，忽夜之間從雲端跌倒泥裏。咁樣嘅例子生活中唔算少。其實啊，呢類福盡而來嘅人，呢一世嘅人生更像係輪迴俾嘅緩刑期。好天俾你留咗一段福報，令你在苦樂參半嘅人間，仲有機會聽聞佛法，收集善業。要係喺呢段時間裏醒過嚟，開始積福、修福、斷惡行善，嘅話就能借着成也嘅善根向上行，甚至跳出輪迴。要係醒唔過嚟，只顧住繼續揮霍等福報徹底耗盡嘅，嗰一日等住你嘅就係更深嘅沉淪。第二類呢，係乘遠再來嘅人，呢種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帶着任務來嘅，同福盡而來嘅被動唔同。呢一種係主動選擇來到人間嘅，佢哋有啲係在天道聽經聞法，種下咗菩提心，發咗大願，要到娑婆世界度化苦難眾生；有啲係往昔仲有未了結嘅因緣未還清嘅業債，鼓動入輪回了緣還債；仲有啲係修行到咗一定境界，為咗圓滿佛果積累資糧，特意到呢個五堂惡世裏肯示練心。得意嘅係，好呢類人嘅人生軌跡同福盡而來嘅人幾乎係反過嚟嘅。佢哋大多唔會出生在大富大貴之家，甚至童年少年時期仲會食唔少苦。有啲家境貧寒，好早就要扛起生活嘅重擔；
有啲由細體弱多病，常年同藥罐子為伴，仲有啲經歷過家庭變故、人情冷暖，細個就看透咗世態炎涼。好多人唔理解，既然係乘願再來嘅修行人，點解反而要食咁多苦？其實道理好簡單，佢哋唔係嚟享福嘅，係嚟辦事嘅。就好似歷代好多祖師大德都係出身平凡，歷經磨難，因為只有切身受過苦，先至真正懂眾生嘅苦。只有在紅塵裏滾過一遭，道心先至磨得更堅定。如司法大院嘅人，往往前世嘅業障也越重，主動嚟人間吃苦，就係在消業在了債，咁樣院先至能夠圓滿。呢類人仲有一個最核心嘅特質，覺醒得特別早，而且信念極其堅定。有啲10幾歲、20出頭就機緣巧合接觸咗佛法，而且一接觸就深信不疑，好似漂泊咗好耐嘅人終於揾到屋企。更有甚者，佢年紀輕輕就生出咗出離心，想要走上解脫嘅路。當然，乘願再來唔代表都係大菩薩大祖師，我哋身邊好多普普通通嘅修行人，或許就係發咗誓願再來嘅。有啲發願再來護持佛法，有啲發願再來照顧家人，有啲發願再來資助修行。佢哋睇起嚟同普通人冇咩兩樣，要返工，或要養家，要應對生活嘅一地雞毛，可心裏頭嗰份慈悲，嗰份堅定，嗰份對解脫嘅迷惘係裝唔出嚟嘅。所以各位善信應該明白吧，同樣係天道轉世，都分福盡意嚟同乘願再來，可無論係邊一種，只要你仲在六道裏打轉，就逃唔過因果，避唔過業力。福報再大，有耗盡嘅一日；願力再深，精進都有退轉嘅可能。而呢個正係我哋接下來要同大家傾嘅核心。天道轉世從來唔係值得炫耀嘅資本，反而係你修行路上最危險，亦最容易跌低嘅考驗。好多人對天道轉世有個好大嘅誤解，覺得呢個係件好巴閉嘅事，代表自己根基好，身份高，比普通人殊勝。可在真正嘅佛法睇嚟，天道從來唔係咩值得羨慕嘅歸宿，恰恰相反，佢係雷裏最容易墮落嘅一道，亦係修行人最要警惕嘅地方。佛門裏有句話叫富貴學道難，貧窮布施難。點解天道容易墮落？就因為福報太大，日子太舒服啦。欲界嘅天人，衣食住行用具都係自然化生嘅，想要咩就有咩，唔使勞作，唔使奔波，每日就係享樂。色界、無色界嘅天人更甚，長久安住於糊定之中，壽命長達幾萬劫，安穩到不得了。日子太順啦，就生唔起出離心。享樂太耐啦，就容易迷失，所以古德先話人生難得，佛法難聞。唔好睇天道福報大，真要論修行，渾身比天生殊勝得多。因為人間有苦有樂，有生老病死，有愛別離怨憎，會人在苦裏才會諗起解脫，先至生得起出離心。佛在無量壽經裏講得好透徹，人在世間愛欲之中，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。當行至去苦樂之地，身自當知，冇有代者。無論你前世係從天道來嘅，定從三惡道來嘅，入咗呢句人生就都係凡夫，都要受生老病死嘅苦，都要為自己嘅因果負責。我念佛咁多年，見過唔少有天道特質嘅人，仗住自己運氣好，福報厚，做事肆無忌憍，講嘢唔留口德，甚至欺分他人，放縱慾望。佢哋總覺得自己命好，我咩坎都能過得去，卻唔知福報就係在咁樣一點一滴嘅放縱裏慢慢耗光嘅。等福報耗盡嘅嗰一日，業障眼前，再大嘅好運都救唔到你。到時妥落去，想要再得人身，想要再聞佛法，就唔知要等到幾多劫之後了。反而係好多出身平凡，甚至命途坎坷嘅人，冇咩宿世嘅大善根，可呢一世食咗苦，知道輪迴苦，反而肯踏踏實實修行，認認真真行善，人哋一步一個腳印消業障積福德，
最後了脫生死，往生淨土，成就反而比嗰啲天道轉世嘅人高得多。所以話，如果發現自己有天道嘅特質，呢一世千祈唔好白白嘥咗咁好嘅底子。我要係淨係用來換一世嘅吃喝玩樂，嗰個也太可惜啦。當然都有人會講，我聽咗半日，一個特徵都對唔上，係咪我就冇善根，就冇希望啦？從來冇咩注定，也裏從來冇咩天生高人。一等三世因果經裏講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這事；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這事。前世點樣都已經過去咗，再糾結都冇用。真正重要嘅係你今生點樣做，係你當下呢一念係善定惡，係精進定懈怠。宿世冇善根又點樣？佢而家開始行善，開始修行，當下就種下咗善根。前世福報淺薄又點樣？你而家開始積德，開始積福，福報自然會慢慢嚟揾你。輪迴係動態嘅，唔係一成不變嘅。今日嘅凡夫，聽日可能就升天道；今日嘅天人，聽日也可能墮惡道。一切都取決於你自己嘅選擇。所以話，我與其究結自己前世係從邊度嚟嘅，不如好好諗下自己呢一世要往邊度去。今日講嘅呢四個特徵天性嘅悲戀，骨子裏的清淨，冥冥中嘅護持，靈魂裏嘅修行本能，講穿咗，邊度係咩天道轉世嘅專屬印記？不過係宿世嘅善業與習氣今生嘅自然流露花了。慈悲係你本身本來嘅樣，清淨係你自性本來嘅狀態，福報係你自己行善積嚟嘅，覺醒係你靈魂本來嘅方向。所謂天道，從來唔係遠在天邊嘅神仙洞府，而係你心裏嗰份純粹嘅善，嗰份清淨嘅念，嗰份向上嘅心。我成日同我嗰啲學生講，真正嘅天人從來唔係天生嘅身份，而係你此刻選擇嘅善良，係你守住嘅清淨，係你精進嘅修行，係你覺醒嘅本心。你今日選擇善待眾生，你當下就係慈悲嘅天人。你今日選擇守住內心嘅安寧，唔被慾望牽着走，你當下就係清淨嘅天人。你今日選擇精進修行，斷惡修善，你當下就在走向覺醒嘅天道。天道唔在前世，都唔在來世，就在你當下嘅每一念裏。我哋今日傾呢啲，唔係為咗令大家沉迷於前世嘅身份，更唔係為咗搞咩玄學迷信，而係希望大家明白，每個人嘅靈魂裏都有清淨嘅種子，都有向善嘅本能。無論你前世從邊度嚟，呢一世得咗人身，聞咗佛法，就係最大嘅幸運。有善根嘅，唔好辜負咗自己嘅根基，好好精進，等呢份善根開花結果。好覺得自己有善根嘅，都唔好氣鬨，從當下開始，日行一善，心存善念，種子自然會慢慢種下。最後我想問下大家，如果呢一生係你在天道福報享盡之後，脫離輪迴嘅最後一次機會，你會選擇點樣活？係繼續傻惡惡，被慾望牽着走，將宿世嘅福報揮霍一空，然後再當入輪迴受苦，定係借着呢一世嘅人生，喚醒自己嘅本心，好好修行，了脫生死，一步翻嚟受呢份輪迴之苦？呢個問題唔使急住答我，答案在你自己心裏。如果聽完今日嘅內容，你覺得自己符合呢啲特質，也願意不負宿世善根，好好修行，不妨在留言區寫低不忘操身，情願再來8個字，以此自勉，也和諸位同修共勉，也願我哋今日傾呢啲內容嘅法布施功德，回向俾所有觀看呢條影片嘅有緣人，願大家業障消除，善根增值，福慧雙修，平安順遂。如果今日嘅內容對你有所啟發，也懇請你幫手點個讚，將呢條影片熱推出去，分享俾更多有緣嘅人。要知道佢嘅每一次分享都係一次法布施，都係在種下善嘅種子。呢份功德不可思議。人生在世，富貴貧賤來路去處，其實都冇咁重要。
重要嘅係你由心有冇守住善良，有冇保持清醒，有冇往更高嘅地方去。願我哋都能在這一世含醒自己本來嘅清淨心，種好每一份善因，走好每一步修行路。他日命終之時，不再入輪迴，自在歸故里。